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两个好生人，加到係啊这个堂姐跟堂弟来到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嘛嘅，我同大家来分享加到武卡嘅产业。要到产业，虽然过去福起来手机当中，可能中年返乡啊，甚至老年返乡啊、青年返乡的没有手机到，唔过也两个真人喺青后上就开始来做武卡嘅农业嘅呀只事业真人都冇简单。韩国啊，也几武卡人伊个大家出乡下来经营上来，我有那条呀辛苦嘅过程啊，韩国家的付出的那条，韩国有那条成果，我同大家来分享咯，细细嘅来分享。今日嘅节目地度有请多位来宾来分享制业及密工厂嘅翻车鞋，分享知识，分享。大家好，我係來自冠善人誒，我係范志熙，今日都高興可以來到福氣來了。好，分享知識來到節目當中，接下來係家嘅這個堂弟哈呀，蘇北露台哦，來分享范志群是紫園農場的直訓分享。大家好，我係范志群，很高興今天來到這邊。哦，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兩位嘅關係是堂姐跟堂弟，對不對？對。好不容易哦，這樣子一起工作，娘夫卡黑對阿公開始，阿公就開始做誒，嘿，做農家人。哇，然後到呀哈，因為我看從直訓看起來就懂後生，你願意跟大家透露一下你是幾年次的嗎？啊，85。天哪，85年次，所以今年是27。27岁，然后你就按用赚到不卡就开始来做农，就开始传承家里的这个种田的事业。对，很不容易，是人生第一份工作。对，没错。哇，你们很特别。不卡苏北兄弟，你的堂兄弟姐妹有按到有几多，总共有几多啥人？73人。73人啊，转来就223婷婷也係。轉來有43人，有一隻冇轉，但是佢哋依然有退休。哇，亞福卡因有7個人就已經回來4個人了，有1個人回來一半。嘿，古上亞福卡嘅整個凝聚力很夠誒，就喺呢度愛傳承福卡按用嘅農事呀咋事業真見到我嘅男友也知道很佩服。古時候家家來同大家來分享亞福卡嘅產品，也還有看到呀兩個很可愛的這個包裝哦，上面還寫說10杯米20碗飯1.5公斤，好可愛哦。嘿。然後係啱啲係新嘅產品，想會做嘅不應該都是像小家庭或是一般的，可能自己有開火的。對。因為當年主盆目的講，要多少才夠吃，所以我們就把它做上去。哦，就留佢寫上去，因為真係愛有做到有經驗，張做得拿捏講嘅，今年生落去買幾多米，可能1公斤就算唔睇，也係講真係愛1.5公斤，對，2公斤，故時你就直接留佢下上去，對，告訴大家，讓大家很方便這樣子。啊，唔講叫一個很厲害嘅名誒，叫到後山鳳梨米，我覺得這個名字太囂張了，同大家來講一下，為什麼很多後山鳳梨米？跳過啊，冠善該係著名嘅，啊，喺日據時代，佢嘅名係本該天皇，允准係本叫做食嘅，所以我阿公就想說，阿公就想講啊。兩位米係不應該天皇吃的，所以就名佢很做該皇帝米。所以是阿公的時期是按照鳳體米。後來就想講咧，後山，啊就幫佢名叫後山米安尼。哇，後山皇帝米，而且一蛋糕整個標誌都很清楚，甚至還有 QR code，對不對？對。QR code 嘅目的係幫大家手機嘅拿開來，翕一下。對，講你阿米係馬賽種嘅，按用辦做。甚至你都還有一類我知道也哈我當只有讀到嘅，我都清真認證，就是清真可能對於台灣嘅觀眾可能沒按了解嘛，就是清真是回教嘛，但是大家沒有這麼了解。那你們為什麼會想要貼片來做按用嘅清真認證？
其实也是跟因为现在的老龄化的社会有关系啦。对，因为像现在老年人可能就会需要请看护啊，那看护可能都是来自于回教国家。对对对，那些回教国家的消费者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会去特别的。看这个清真的认证，然后当你有这个清真认证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去介绍亲朋好友来购买这个清真认证产品，对，忠诚度非常高。对，没错没错。哇，想让他们吃的安心，这样子，你来到一个陌生国家吃的安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很体贴。故说有按用。新的好3年的想法，家己最无强用。不过大家就知哦呀，东埔鸦片一太地田啊，就中东都米嘛。亚布卡跟米因为伫关山，然后头摆咩是进贡天皇的，嘿唔嘿同大家来了解一下，说了关山亚的素材，它为什么适合种米？它有什么先天优势的环境？第一个就是它的地理环境，相对于西部，因为我们西临中央山脉，东临海岸山脉。对，所以它整个日照相对于西部来说是比较短的。对对对，东片按用松来嘛，然后就直接往西走了，日照会比较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的收成的时间可能会稍微较西部再晚一些些。对，这时候就会给那个我们的稻谷比例呢有更多的饱满的时间。对对对。所以造成那个我们的那个口感会比较好。本己慢慢的上就错哎，不要强迫它这样子。对，好好睡觉，好好长大。好好睡觉，好好长大，感觉是一个很幸福的米宝宝，种出很健康的米宝宝。不过虽然看到也按后上的这个资讯哦，转到不卡来港中以外啊，伊唔单像去港中，伊和天数。附近那个农民用它来种，因为你们有一个合作的方式叫做契作。对对，那契作是同附近那个可能是理念相同的吗？应该说契作是我们跟附近的农民，我们等于跟他打契约，让他的米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对，所以他们在生活上面会比较稳定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其实也面临到说，在地的老龄化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有协助可能一些老农的部分，在做一些可能像平常帮米做日记这个部分。因为可能斯坦人家的长辈家的不会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他们就是都老经验的啦，都不会记录这些事情。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老人家其实手比较没办法抓握，所以写字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难事。所以直系就是负责去老家的写诗，有老给掉做记录、写作业。打电话打电话，不给掉。你就用做马改猫，跟我也有马改有腾修的猫安尼，不记掉。我说大天发新闻家就给情形啊，然后天数家就做记录。那职训的部分呢？因为你也是本科系嘛，然后自己也会种，那你做的 V 家的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农民嘛，对我们这边的话就会帮助，因为现在农民可能渐渐的都是比较。老农啊，对对对对，那他有些可能会行动不便啊，那我们就会有个带耕的团队。带耕的团队，对对对对，好厉害哦！就是农民可能今天他可能需要做什么，但是他真的一个人不方便，他就会打给我们的公司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出动我们的团队，帮他去撒肥料啊，或是出动制保机帮他喷洒农药这样。对对对。你们的团队有多少人啊？大概20人左右。哇，都还有上瘾吗？有年轻人都有。哇，好厉害哦！有没有个带耕团队？我刚原本想说要带团出去干嘛？不是，是带耕团呢。天数家都有去做农事。韩国人刚刚有讲一类爱糖唔食的词叫做什么植保鸡？那是哪种好吃的鸡？烤鸡吗？不是，植保鸡，对对对对对。它是有点像我们就是摄影用的空拍机耶。对，它基本上它就是多了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喷洒农药。对对对对。都在用了然后它比较大台，对对。然后它一样有摄影机可以观察吗？对，因为像现在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进入智慧化农业的时代。对，那很多往常一些农作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麻烦，需要很多人。但现在
渐渐从农的那个人数越来越少了。对对，那相对说这种植保机就特别的方便。哇，对，那像因为可能你的田特别大块，对，然后人又懒得走到里面，你就可以用飞机飞过去，直接帮你看。对对对对，超方便的。啊，不过其实哦，我做到亚的事情哦，大家吃都很新鲜，对不对？其实呀，第一度的过程啊，没非常的辛苦，没非常的动无简单啊。今日节目当中还有动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大家真到福起来咧，我係中医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記啊關山中嘅米哦，也係一屋卡人哦，大家共下來經營。韓國有數百兄弟姊妹啊，整個堂兄弟姐妹啊，共下來經營。我覺得這真的太不容易嘅，因為一個大家出大家會有無共用嘅意見，有做無共用嘅事情，唔到家庭唔會安嘅，家庭係。發揮自家各嘅專業，發揮自家嘅專長，盡到屋卡共下來經營安樣嘅事業。啊，剛剛有講到吼，有安樣像植勳這麼年輕就回來幫忙，然後像植希有非常多自己行銷的專業都底度，咩同富圈的一個老人家來天數算是一起合作契作的概念，對，互相幫忙的感覺。那其實大家就底吼，喺台灣中也有農作物有非常多的耕種方法，台灣也有咩係種慣行農法。啊，不過有一年，就是植希嘅爸爸，就是突然說明天開始所有人種有機。這樣有冇？係啲嘅2018年，嗰年人嘅爸就聽嗌到，砰一下，該門就開，講明天開始。我們轉型做有機，那就蹦一下給我走，就走掉。然後我們就想說，哈，他是認真的嗎？對，我們也是很疑惑。那後來發現說，對他真的要做，那我們就聯絡農民，開始跟他們討論這樣子。那對，像農民一定會有反應。那就像植勳好了，給你阿爸做的決定，你的阿爸做的決定，這樣子你個想法，要係講你爸爸嘅想法係嘛該？對，他們的想法是什麼？當下其實都是蠻錯愕的啦。對對對對。但是轉念一想，現在永續環境已經是一個趨勢，那有機也是一個趨勢了，那就是可以嘗試看看啦。然後我們去訪問農民的時候，農民的彼此的那個意見也都是覺得還不錯，可以嘗試看看。對對對對對。真的哦，但是他們不會吃到鹹鹹嘿，就是懂鹹工一下子慣性，立刻一天就轉有機哦。都嘛不鹹。對，因為有可能就是你現在要開始做有機，你就是那個藥的就專門來噴，你的可能所有的資材全部都要換掉。這個農民可以接受嗎？契作的農民？一開始也是他們有在討論說怎麼辦。後來我們就說，那我們就一起跟他努力看看這樣子。對，所以就每個人有提供他們自己的專長。對，讓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有機這件事情一起合作起來，這樣子。所以其實是雖然是一天就決定要種有機這件事情，不過花一段時間，對，大家共下善忙，一起做。對，一起做才有後來的成果。而且，其實，在過程中呢，熊新聰植勳去嘎地個中，你一定會有遇到很棘手的問題。棘手嗎？我直接想到就是病蟲害啊。對，沒錯，就是當你開始從慣行轉做到有機的時候，第一個會遇到的問題就是。你的平常在噴的那些化學農藥都不能噴了，對，化學肥料也不能撒了。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一定就是病蟲害。對對，那像我們那個有機區的，第一就是在轉型期2年過後，突然蟲害就發生了。2年？對對對對，2年後，對對。一開始在轉型期的時候還沒有到這麼嚴重啊，但是漸漸的，因為我們在開始做有機的耕作，那整個土地就是被我們
保养的越来越好，那虫也慢慢的就回来了。它就对这里好棒棒，这里没有农药，好赞哦。可是虫全部就正了。嘿，那种虫亲本牙的觉得头痛，哪一种虫？稻黑春香。稻黑春香，它会造成稻子有怎么样的伤害？它会去刺吸那个稻梗，对，然后造成那个稻叶就会卷曲枯掉，然后这么大只哦。那最后在收成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形成空包蛋，就是你虽然有稻穗，但是里面是空的，完全没有米这样。对。那我们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农民收成大概不到1成。以一甲地来说，你收成10成是1万斤，那它不到1成。对。这么严重？对，等于就全部都了下去了。那这个过去台湾因为台湾种有机应该没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过去有人用其他方法去治理这样子的虫害吗？因为我们的有机区的特点就是我们是一整块，一整块大概100公顷。对，整区中间完全没有其他相接的一些惯性田，我们就是整区100公顷全都是有机田。对，那这种时候等于是创造了这种害虫的天堂。我有100公顷的干净的田地呀。对，虫之家。对，然后其实这只虫呢，在台湾早期的时候是5大害虫之一啊，对，但是相对在那个耕作技术开始发达，然后开始使用惯性农法、化学农药的时候，那只虫就被化学的农药杀的几乎都差不多绝迹了，一度以为就是这个虫已经消失了，对，然后那时候就我们有请一个中兴大学的庄议员庄教授来过来，他说他看到说，哇，这个虫已经将近60年没有看到了，教科书等级的。然后过往的文献也是记录相对来说比较少。环境太干净，连可能以为灭绝的虫都回来了。这只虫其实它对农药非常的敏感，你可能只要有一点点农药飘过去，它就掉。对。但是因为有机对它来说就是哇天堂。对。那我们就是等于说，我们外面讲就是。好听就是我们把这只虫复育成功了。可是那最后怎么办？该怎么解决？这个中兴大学的教授还有方法吗？对，那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市售的所有的生物资材、农药资材都试过，但是效果都有机资材全部都没有用。对，几乎都没有效。不能说没有效，但是就是效果效益。对。那时候教授的团队，他有一个研究团队在我们的田里面发现了本土的黑浆菌。对，本土黑浆菌。台湾气改我们自己的，那是一种菌，感觉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耶。是好东西。它算是一种寄生型的菌种。对。那其实，在市售的黑浆菌里面，大概已经有10几种左右了。那些也都试过。但是基本上就是没有特别的效果，所以市售的黑浆菌没有用，但是你们田度目前以市售的还没有用，但是就是教授的团队在我们的本田里面发现了天然感染的菌种，就是本土的菌种，那他拿回去带到他的实验室做分离，再来是做成实验用的，对。结果它对于虫有什么样的影响？它的那个寄生率就特别高，所以它是虫的寄生菌。就是它会让虫，我们这样换一个逻辑想，就是它会让这个细菌进到虫的身体里面，它会在虫身体里面不停的长大，所以虫里面就会爆浆，可以这么说。应该是说它虫呢接触它的孢子，然后孢子就会寄生在虫的身上，然后破坏它的虫壁，它的皮肤，然后就寄生进去，然后虫就感染到病菌就死掉了。对。所以它不是直接很快的杀死它，也不用任何一种菌都要虫的生风，让它慢慢的吸收这些菌被寄生，对，然后再间接的去杀死这个虫。对，所以这还在实验当中，对不对？对，还在实验当中。那一只的实验效果也还不错，大概它的寄生率可以达到70%。堪比化学农药的效果啦。难能可贵的是，这是台湾自己本土的黑浆菌。那在有机资材里面，很多都是依靠可能进口的菌种。对，所以
我们也觉得说可以再找到台湾自己的菌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然后还要继续实验，看看这个100公顷的地有没有找到一个虫也可以不要长得太夸张，但是它还活着，然后米也可以好好的长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就达到一个生态平衡的感觉，对，就是一个概念在。然后这个有机米。经过这么辛苦的一个过程，连虫诶都还会让会再个开发一种方法去消灭它。总算在几年之后，我们有了这一支有机米的产品，对不对？关河，这一支就是跟这支不一样，这是惯性的，这是有机的。对，哇，经过了几多年才有这样子？3年半。3年，100公顷的地3年这样有后熟成，算是这样讲吧？可以这么说，可以。也不算，因为还在杀虫，目前还在实验当中，还在灭虫大作战，还在对抗当中。对，古时候你看唐家就讲就第哦，真紧爱对啊惯性农法，爱种到有机上，爱对人的土地好，上爱对环境好，真紧爱发动到嘅力，发动到嘅辛苦，唔过加到对农业嘅热情和个热忱，唔单唱爱嚟听听，还有等等内容爱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我讓大家要進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圈阿權妹，基本要同大家來紹嘅呀，好山嘅米哦，呀一副卡然後非常認真啲嘅種米，想要佢種到當好，還開始來種有機，雖然工廠動辛苦，人家談到嘅真嘅動辛苦，跟蟲蟲戰鬥有沒有？韓國係意外嘅尋到一個台灣自家本土嘅黑將軍，做得來天數對抗這樣子的蟲害，真嘅都冇簡單，動辛苦嘅工廠真嘅盤。也就搭數動強啊！唔過啊，上先講到米啊，大家就會同阿權妹嗌共用有啲問題，比如講嗌就1、2、3年天天拿地不卡愛食飯，就是動手。古時候啊，嗌不卡嘅米啊，就動家會有點問題，就會生蟲誒。會滅蟲。對，古時候見到一個福氣片里點，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說來米要變到奶，要怎麼保存比較好呢？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們應該要怎麼保存比較好？我想來到大家講嘅用出外動到種，好可愛哦！肯定遇到哪一種？亞布卡嘅黑亞種屁股蟲蟲哎，它叫米象。葉皮凍蔥啊！哎，你們真的很有默契耶，就是一講到蟲就全部都把板子排得很整齊。對，這個我們目前也有把它，就是特別把它畫成一個小繪本，很可愛。米缸蟲著名。那其實我們在米裡面，米蟲是個很任性的小動物。韧性是它，我叫任性的那一種，還是它生命力很堅韌的韌性？兩個都有哦。好，對，所以你無法掌握說這個蟲蟲什麼時候會出現。哦。所以它只要溫度或是濕度到達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會長出不同的蟲出來。哈，有這麼多蟲蟲會出現在米裡面哦。你看，我們還有哦。還有，對，暗斗種，對。那其實我們把它做成了主要2個區隔，一個就是有甲殼類的，對，一個就是像毛毛蟲形態，像旁邊這個看起來很可怕，可是它其實很可愛。對，好，會說它很可愛，原因是因為你只要讓它的濕度或是溫度降低，它就長不出來了。哦，所以我們可以借由濕度跟溫度去控制它。跟按鈕應該除了如果不放冰箱的話，可能就是放在比較乾燥的地方。我們要給它要讓我們的米是住在儲藏桶，或是一般可能配一些可能像竹炭，或者是像桑貝炭。如果這些都覺得不方便的話，也可以把一些我們可能吃餅乾剩下的脫氧劑，或者是那種乾燥劑放在米裡面啊，小心不要吃到。對，讓米可以保持它的乾燥程度，這些蟲蟲就不會出來見客了。真的，因為它還有就糖飲用不用冰箱。
啊，真的有效。有对，啊，不过最好应该就是买刚刚好的量，就用蛋糕下给嘛。对，我们就以1个月吃完的量来做购买，它最刚好。对，然后我们也不要多买，就1个月吃得完，我们就买这个量。对，啊，如果黑狗你看到有这个毛毛虫形状的这个米虫，你要注意哦，黑狗没关系的法，它有可能会变成一堆蛾飞出来，对不对？有，来，我们要给大家看这个，这是我们很常遇到的，它叫麦蛾。它看起来这样看蛮可爱的啦，但是一堆飞出来，我觉得应该很恐怖。它很好认，因为它身上有一些小毛毛，它会跟另外一个粉斑鸣蛾也很像。哦，对，那它就是一打开就会冲往上冲，好像恐怖片哦。对，它是主要是会跟气流来做活动的虫，所以很有趣。所以当你的米如果放在是比较开放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容易打开就来见客。哦，好，所以大家听说会好来保存也不卡开米哦，比如说较早的蔬菜按摩按温度按高，莫按设备蔬菜，对不对？好好保存也不卡开米，就我们会看到按到的米虫。对，反正我们南昌按的，我们南昌给它的有种米，因为这个我们的直勋呐，它的专长就是田间管理，故说我们南昌会种米，还会种农豆、农作物、农产品，就像头前看到的这个异豆，刚才不会讲给客家话，因为我的认知它也是东南亚来的植物，对不对？对，它是东南亚的一种特色作物，那也是我们台湾原住民的一种传统作物啊，是哦，传统是。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么长，然后这么大条的耶。我们在原住民传统作物里面，它一豆有好几种，它就是可能有长的，也有比较短的，对，然后可能也有紫色的，对。啊，是哦。在传统的这种传统来说，它可能就比较家型比较不一致啊，对。那我们这一支呢是跟台东改良场做寄转的，它叫台东1号。然后超清脆，我刚刚一折就啪一声，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比较清脆，然后家型一致，对。然后它的形状是有点像是那种尖尖的，它也称作叫杨桃豆啊，对，很像杨桃，有一点点像杨桃的感觉呀。你这么跟熊豆公会种暗涌给异豆呢？怎么会想到要种这个？它其实也是刚好就是那一阵子有透过人家介绍，然后这是我们台东改良场寄转出来的，然后非常有特色，然后看了以后也觉得不错。那它的抗病啊，病虫害相对比较少啦，就是等于说很好种，因为它算是一种很野的作物，对你不用特别的去管理，然后它就会有很好的收成，所以它基本上也很适合做有机。哦，适合做有机，因为它是尽量是很靠近我们本土的一种植物。南昌有种异豆，还有种哪的农作物？你还有种哪一些？同大家讲一下。除了异豆以外，我还有另外就是种栗子、南瓜啊、百香果啊，对，然后再来就是有机水稻的部分。呀，按豆全部就按后上呀，它当27岁嘅直选，佢全部就攞佢種出來。係唔單止按你哦，這一個家族太厲害了，呀，會同大家人分享嘅係米谷粉，呀一包嘅大家懂呀，這是大家應該有糖高誒，因為呀一包嘅大家如果可以是吃無麩質的一個健康的飲食，因為可能會有些人對於麵粉會有點麥子會有點過敏的狀況，故所就會可以是來試試看米谷粉。那我自己其實稍微還沒有研究過用米谷粉類的東西來做東西，但是我覺得有點困難，所以我覺得需要像子熙這樣來跟大家來推廣一下。你要不卡有出兩種罐型的有機的都有出，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的米谷粉可以用來做什麼？我係因為開始要推米谷粉，所以開始學烘焙。哦，好認真哦！所以一開始就從蛋糕西點開始着手，那我們就先從最比較容易被接受到的餅乾，所以我們就做出了米谷粉的餅乾。對，那到後來就還有米的達克瓦茲，可能米的提拉米蘇這樣子往下做。可以做這麼多種？它也可以做成米飴，就是傳統的糖果。哇，對，那時候是取經上海的老師傅，所以就跟他們學以前在可能真的很久以前那種時代，怎麼用米去做成糖果這樣子的方式。對，所以我們就有做不同形式，或是不同可能像中式或西式的糕點，想要推廣米這一件事情。可以耶，這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很多哎，技術落差很大。每一它是黑巧克力口味的，它的甜度不會很高，而且重點是完全生不出來，它不是麵粉做的。對，我完全吃不出來差別。
应该说米是个很柔软的东西，它不管在印象还是在操作上面，其实米都比较柔软。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消费者对于米的产品，他会以麦类的产品去做构想。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那既然我无法改变消费者，那我就改变我做出来的成品。而且甚至还可以当狗下也有，甚至可以拿来当做是炸东西，对，给粉呢，对不对？也是可以这样子用。很好用，真的。所以同泰高乐福用 N 台湾出按斗米，我们这些米谷粉当然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应用。还唔单枪呢，还有同泰高乐小嘅，我觉得他们很有懂得想法，想要来推广自家嘅东西，本泰高舒适自家嘅农产品、农作物。比如讲，执行你们也有一些食农教育呀，希望泰高做得来到田度有乜嘅好教嘅啊，也係講。开发一条本期做得搞的东西，对不对？应该说去年2022年政府推动了食农教育法。那我们就其实，在食农教育法之前，政府在推行食米教育。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食农教育的本质跟食米教育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想要强化食米教育。因此，我就用了米谷粉做出了米黏土。那我们就有透过改善配方这件事情，我可以只用3种材料，就让米黏土成为小朋友就算不小心误食了也没事的一个教具，这样子。这很重要哎，因为黏土应该大家从小都玩到大吧，但是真的我记得我很细个时间搞完黏土，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刺鼻，很可怕，不好闻，然后也真的是绝对是不能吃的。所以牛兄都会做按用嘅米黏土本身也来搞。所以如果说黑公天视机条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来参加这样子的食米教育，或者是这样一系列的活动的话，做得用版请到你的，走在上我们的 FB，打子园哈黏米工厂，就做得请到你的，也可以打子园农场，也可以找得到我们子园农场、子园黏米工厂，全部就做在前面到家的。哇，我知道今日嘅节目好丰富哦，我七角都好西北都懂到，我相信台湾有也都按后上嘅懂后上嘅农民，他们不只是青年的，这是快要学生年龄的农民，真的呀。从下向下来耕种，向下带本台湾嘅农业有无共用嘅用嘅，用无共用嘅方法，本大家做得享受得到清好。凭着清好嘅按用嘅农产品，故所今日神梦子熙跟子勋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什么嘢？每神梦天视机条前观众朋友嘅舒康休息，下等下共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气来嘅天视机条前嘅观众朋友，记得留影片分享出去，还个到福气来嘅面书签赞，还个订阅客家天视台嘅 YouTube 频道，还个影片啊，记得分享出去哦。